大家好，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语是"菜头食菜，菜骹死"。菜头食菜是天性，毋久落尾嘛是会死伫咧菜骹，这是自然生态的生命循环甲轮回。这句话意思就是讲，人就算食饱岁，终其尾嘛是会年老，而且定定会死伫家己上惯势的环境。咱定定会看到一寡社会悲剧，在讲佚佗人若毋是互拍死，就是伫内里食免钱饭。这就是俗语要甲咱讲，毋通为非三做，歹代志毋好做，若无会报应着家己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